慢慢背，拳头，应该安怎讲？安怎下拳头母，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示意拳头，屈指紧握、合拢成团的手，用力。用别人的拳头母争石狮，用别人的拳头去击打石狮子，比喻借用别人的力量来图谋自己的利益，并且不顾别人安危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